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透过实地用的一道日常生活的东西，使得对各地的观点来呈现基层民众的历史。今日带大家去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有8个万的客人，徛喺总人口的5%边呢。喺当地的华人当中，客人韩国係徛喺28個家喎。恁把人講到馬來西亞客人嗰度嘅地區，高調嘅講到嘅如像沙巴、怡保，喺首都吉隆坡南片視察差唔多1點鐘會到嘅聖米蘭族客人係當地華人親泰嘅族群。今年客家電視同馬來西亞紀錄片團隊合作，去到聖米蘭族了解當地客人所做嘅傳統業備，韓國人嘅食材文化，未記錄嘅人讀到按到乜嘅挑戰。首先，我帶大家來看呢，係藥材韓國打鐵也兩種業備。上早聖米蘭族嘅客人有一句話係按嚟講嘅，做過藥材打過鐵，乜嘅生意都唔做得。所以呢，頭擺也兩項生意，認真同民生個有關係，使得講係穩創呢。唔過，如同台灣共樣，也按多年來時移發達，所搞做嘅東西按普遍呢。也到本地個賺錢的生意，也日漸日買起的。叮叮咚咚嘅大鐵聲，向頭磨算太冚嘅拍鐵點紅，羅師傅拿定鐵錘慢慢勁打，同鐵皮嘅旋風越順越順拗上去，將同鐵線綁落去，拗旋包起來，是一片就一片，人卡9分嘅零件。佢係張國梅，今年75歲，主席廣東太部，係馬來西亞華僑第2代。12歲是學打拍鐵，到今已經有1甲子卡加咧。我哋要打相撞嘅出來啊！佢同阿爸係好好嘅啊！阿爸就令到出來哦，冇誤危去學做學徒咯。對學時做起始，要先到吉隆坡嘅打拍鐵店來做些。中國每到20歲嘅年，總算享有本錢咧，轉去培養師開店創業。有啲毛嘅東西，我就要學到來，才有會去發展。所以你要發展，你都要前點，我唔係啲紙嚟做嘅，要一陣嘢啦，前幾橋啊，要。韓國打鐵業進行小嘅50到80年代，嘅東西大家搭夫生活用品，仲係水桶、水夾，仲係拍鐵打雞。也達到個線頭嘅個線款咧。頭個清東時嘅時代，中國每個拍鐵店咪牽成一道技術，是拿得起來做嘅師傅。學出嚟做調價嘅好多，睇到小藝話，每軒又會係少林寺啊！佢講學開後來就下山咯，就出嚟打天下嘅意思啦。天地所家產品近來更普遍，傳統嘅打鐵店一間一間收皮關門咧。但是打鐵嘅老行業生態問題，其實係冇人好承接。你拍鐵有行啊，好辛苦喎，咩啊？睇到見啦，後生人啊，就識唔得苦，所以就習慣咗冇人咯。馬來西亞芙蓉地區呢，有幾講一講啊，做過藥材打過鐵，萬個生意都唔做得。代表頭擺係做了換藥材，也係講了打鐵係真好做嘅生意。不過經過半個時期呢，了太幾路紅，跟他傳到了萬全同嘅藥行呢，到了下還算經營得落去。1963年開業嘅萬全堂係普榮街老店頭，創辦人梁祿初今年已經82歲，佢主攻係對廣東太部來嘅，佢其實唔是接受正統嘅漢字教育。佢離開學校之後呢，我就想潛入行業來學習，朋友介紹我入藥材行做學徒。到梁祿初創業嘅年代，佢嘅普榮市起碼有30-40間嘅換藥店，嘅當時光景色彩挺好，不過天天時藥發達起來。藥材店嘅生存未達到靜態條件。
有種人家愛方便呢，好像就傷風啊、退燒啊、其他問題啊，就使藥比較方便，就唔是話去再去看病咯。兩方面咪詳細思量未來嘅經營方向。80年代正式成立苗子公司，卻保留傳統藥材，咪開始賣各種現代換藥同酒類。因為我哋覺得中藥係保健嘅事業嘅一環，樣對於我哋嘅中藥有一定嘅幫助啊。叮嘅聲係隨藥發出來嘅，本人聽起來都真有精神。咪同人家講藥隨好咧。飲藥、切藥都當熟手，佢係萬傳統第二代調家梁義發，今年63歲，有合格嘅換機牌，實體人來看診。其實台灣傳統做些嘅兩方人，啥啥都要考到換藥師嘅牌。那你就要放10克的東西下去咯，10克。另個轉變，一來係馬來西亞政府嘅政策，二來咪係提供人家更加專業嘅服務。因此呢，唔單止係得到當地華人嘅幸福，甚至由馬來人、印度人來求診、求藥方。而對中藥嘅認識也有一定程度係，大家就對中藥嘅種信賴已經有係。已經超過半個世紀，萬傳統未培養出唔壞少嘅換藥人才，甚至還有人出事咧，自家處於快點。梁義發認為，同病灶態良性競爭，藥材產業將是長長久久經營落去。大家競爭，要大家學習。假如喺大家都一齊做嘅話，能夠百花齊放，大家做旺嘅一齊做。鏡頭再來轉，每天拍鐵點，為咗停得時代變化，中國每每開始行創意路線。佢咪知道呢個產業其實還是行自家嘅路。因為我哋做東西咩死死板板嘅喎，人家啲廠家咁嚟做啲東西啊，奇奇妙妙好難解釋咧，也有得做喎。阿爸按用熱情，佢天意嘅妹將小平實實頭打鐵點睇，未受到感動。佢同佢老公並拍本來嘅調查事業，轉來聽手來處理點項嘅大細事情。細細種嘅辦公作項，並能記將人客舊聞嘅圖樣同根本，也是檢討政府按家嘅時態度，看到嘅機會。伊做就做幾千隻、幾百隻生意嘛。你我哋手工嘅，你做1隻半隻，我哋都做本嘢。還有啲客仔，包括窮啊嘛，梗係點樣做線咧？有啲係攞小件，有啲我哋做好多小件嘅。我哋出啲去燃燒嘛，做東西個慢來咧，我哋就燒去有啲客仔。所以要機會，係見下我要訂咯。等等時態嘅改變，藥材店、打鐵店同馬來西亞基建網頭擺按好嘅講經咧，但是見都限到定機會，希望再個夢到好成功。